宗教點解會出現？點解人類社會需要宗教？去到有文字記錄嘅文明宗教咧，最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而佢一路咧係影響到而家，甚至去到2020年，全球仍然有大概76% 嘅人口咧係有宗教歸屬嘅。問題咧就嚟啦，點解一套本來應該隨住文明同埋理性進步而淡出嘅嘢，反而一直可以留得低呢？今日咧，我哋唔探討有冇神呢個問題，而係用哲學嘅角度沿住人性同埋社會兩條線去問，究竟宗教滿足咗人類啲乜嘢需要，又點樣同呢個社會機制扣連，慢慢變成一套可以安頓人心，又可以維持群體運作嘅系統呢？好，先從一最貼身嗰樣嘢講起先，宗教咧令到苦難變得有意義。人最怕嘅唔係苦難本身，而係當苦難變成一種冇章法嘅折磨。你唔知點解不幸嘅事會降臨喺自己身上，亦唔知幾時會結束。點解捱窮捱苦嘅係我？呢啲咧唔係單純嘅情緒發洩嘅，而係人心喺度揾緊一樣嘢，一個交代。當你睇唔到因果，睇唔到方向，痛苦咧就唔再係一件事，而係變成一種持續嘅消耗，慢慢咧去磨蝕你嘅耐性、尊嚴同埋你對人生嘅基本信任。宗教咧喺呢度就提供咗第一樣嘢，就係將痛苦由純粹嘅不幸拉翻到咧可以理解、可以承受。當苦難出現，宗教唔會同你講因為你唔好彩，而係會將不幸咧放喺一個更大嘅秩序入邊，可能叫考驗、叫提醒、叫因果、叫修煉。講法可能唔同，但係功能咧係一致，令到你覺得呢一切都唔再係完全隨機。一切嘅逆境困難咧都有佢存在嘅意義，你仍然都可以去回應，仍然咧可以重整自己嘅生活。你可以咁樣諗嘅就係宗教好似一盞燈咁樣，燈係唔會幫你搬走黑暗，但係燈可以令你喺黑暗入邊仍然咧分到個方向，仍然知道下一步應該點樣行。好啦，講到呢度，如果宗教只係俾一個安慰同埋解釋你，咁頂多都係陪你行一段路嘅啫，佢唔會變成文明史詩級嘅力量。宗教之所以可以咁大呢，係因為佢唔只處理到個人嘅恐懼，仲會延伸到群體秩序。呢個 channel 咧主要圍繞住人性同埋各種心理機制咧去探討嘅。咁如果你有興趣咧，都可以訂閱支持嘅。人類社會點解需要宗教呢？第二個原因就係因為宗教咧可以令人自我約束，令到倫理可以長期運作落去。倫理要落地咧，需要兩種力量支撐嘅。第一個就係外在嘅監督，法律啦、制度同埋懲罰，佢可以管到你做唔做一件事；而另一種咧就係內在嘅自我約束，良知、羞恥感、使命感，佢可以管到你想唔想去做一件事。外在規則咧只可以指導一時，當冇人去望住你或者誘惑太近嘅時候，純粹理性同埋一個利益計算咧係好容易鬆動嘅。而宗教嘅強項就係將呢種內在嘅約束變得好具體同埋可持續。佢唔只係同你講道理嘅，而喺你心入邊咧建立一種更大嘅尺度。當你相信咧你自己嘅行為唔只係對住眼前嗰個人，而係對住一套更高嘅秩序，你可以叫佢做天道神業或者叫良知都好，你就會咧開始自我規訓。你唔去傷天害理，你唔去作奸犯科，唔係因為怕警察捉而係因為你唔想成為嗰一種人。宗教咧可以透過塑造你，將倫理由外在規條推進到身份嘅層面，而佢塑形嘅方法咧就係透過重複同埋沉浸啦。各種嘅儀式啦、禁忌、祈禱、修行等等，反覆咧將同一套價值觀寫入你嘅生活入邊，令到你唔只知道一件事而係會習慣去活成嗰一套嘅價值觀。當一個社群共同咁樣用緊同一套神聖嘅符號，倫理就唔再只係要勸告亦會變成共同嘅身份。當足夠多人相信自己唔可以為所欲為，社會就會多啲克制，大家都唔去攞到盡，去踩到盡嘅時候，文明先有空間生長嘅。嚟到第二點之後你會發現宗教之所以出現，某程度係因為人類明白，如果只係靠理性同埋利益去維持秩序太脆弱啦。但如果有一種更深嘅敬畏同埋意義秩序就會更加耐用。咁但係正正因為宗教有呢一種嘅黏合力，就必然會引出一個更加尖銳嘅問題。既然佢可以令到大多數嘅人都自我約束，
願意咧去依循某一套嘅價值框架，咁佢會唔會變成權力最順手嘅工具呢？人類社會點解需要宗教？第3個原因啊，冇錯，就係方便咧當權者去管治人民啦。宗教咧確實係不斷俾權力去利用嘅。當一套價值觀被包裝成神聖不可挑戰，佢就好容易咧成為統治嘅工具，因為佢將政治變成天命，將人民嘅服從變成係一種美德。呢啲歷史例子都唔少啦。任何文明你都會見過神權同埋政權咧係互相借力嘅。例如古埃及嘅法老咧被視為神聖嘅化身。反對皇權就等於反對宇宙嘅秩序。古羅馬後期嘅皇帝崇拜將政治忠誠咧變成近似宗教式嘅公共儀式咁樣。不過呢度要搞清一樣嘢，宗教咧唔係因為有咗統治者之後先有宗教，更多時候係因為群體嘅恐懼同埋需要咧，佢哋先有某一種共同嘅信念，然後權力發現呢樣嘢好似幾好用，先至咧將宗教納入為制度入邊。換句話講咧，宗教可以成為一個統治者嘅工具，但係佢唔一定由統治者去發明出嚟嘅。好啦，點解權力會覺得好用呢？就係因為宗教本身起到一個社會黏合劑嘅作用。當一個社會由一個小村落變成大城邦，由幾十人變成幾十萬人啦，人同人之間嘅信任咧係會崩塌嘅，因為你唔認識隔離村嗰個人，你唔知佢會唔會半夜過嚟捅你一刀，係嘛？會唔會突然去背叛你？咁呢個時候啦，一套共同嘅神聖秩序咧，就好似一張信任網咁樣。你同我未必相熟，但係我知道你敬畏緊同一樣嘢。你同我未必係親戚，但係我知道你會守得住某啲嘅底線。宗教提供嘅就係一種超越血緣嘅共同想像，令到陌生人之間都仲有一個最低限度嘅信任喺度。大家未至於話互相猜忌，令到成個社會咧散晒。不過啦，秩序只係外殼，文明要長久，仲要咧人心入邊有一種更深嘅肯定，我屬於呢度。呢一份歸屬感咧，正正就係人類需要宗教嘅第4個原因。所謂歸屬唔係有人陪你食飯咁簡單啊，而係一種更深嘅位置感。你知道自己喺世界入邊係有一個位置，並唔係一個隨時可以被替換嘅臨時角色。當一個人喺城市、制度、職業同埋身份之間不斷轉換，生活咧係好容易變成純功能運作嘅。今日你喺度做嘢，聽日可能會離開。今日同一班人同行，轉頭咧又要講再見。久而久之咧，你係好容易用一個過路客嘅心態去生活嘅，同人嘅連結就會變得鬆散，對長期嘅承諾咧亦都會變得猶豫嘅，因為你心入邊係唔肯定自己同任何人、任何地方會唔會有一個穩定而長久嘅關係。宗教咧正正就係補咗呢一個嘅缺口啦，佢俾咗一個好清晰嘅群體位置你。一個宗教啦，好多時都有固定嘅聚會啦、禮拜、祈禱會、誦經等等，大家會用同一套說話、同一套嘅故事去理解人生，令你屬於呢度變成一件可見、可以感受到嘅事情。對唔少人嚟講啊，呢份歸屬感之所以救命呢，唔係因為宗教可以即時解決啲問題，而係當現實變得好殘酷，苦難令你承受唔到嘅時候，你知道自己唔係單打獨鬥，而係有一班人同你行緊同一條路。呢種歸屬感你可以保持住內心嘅秩序，俾你一個精神上可以站得住嘅位置。總括嚟講啦，宗教之所以可以長久有力啊，係因為佢回應咗人性入邊反覆出現嘅限制、恐懼、迷惘、衝動、內疚同埋自我修正嘅需要。另一方面咧，又提供咗一套可以擴大到群體嘅秩序安排。理性可以講道理，制度咧可以去管一個行為，但係當人心失序、社會動盪，單靠咧規則同埋懲罰往往係唔夠嘅，仲需要一套令人能夠自我約束同埋守住底線嘅框架。宗教提供嘅正正就係呢一種將框架制度化，用共同信念、儀式、身份同埋歸屬咧，令規範變得更加穩定、更易傳承。所以宗教咧可以跨過時代，一直咧都喺度。